台南市桌球委员会基层选手伫个顶礼拜前往嘉义来参加少年国手的选拔，摕到11、12、甲13岁组的第一名成绩。上午伫个委员会主委刘宗峰甲教练黄胜胜的带领，拜访立委陈廷辉甲议员陈怡珍，将成绩分享给长期关心体育、甲协助桌球的民意代表。今天很感谢我们桌球委员会我们的主委带领我们的选手一起来到宜臻这个新的中西区的这个市民相谈室带来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不久前在嘉义参加这个青少年国手选拔那我们台南市的这个基层选手我们的同学们呢，分别在11、12、13岁组都拿到这个选拔第1名的这个好成绩这是一个非常令我们振奋的消息。那也期待说未来我们市政府这个部分能够对于选手的培育能够有更多的用心让台南能够有更多的像我们刚奥运刚刚结束这个像郑怡静那包括我们的11岁的选手，其实他就是我们的郑怡静的弟弟所以我们期待说台南未来有更多的台南之光、台湾之光这次其实蛮不容易的，因为全国总共就只有11、12、13岁组，然后总共有男女的组别，所以我们台南总共派了20几位选手去参赛，那拿到3个组别的冠军，分别是11岁组的男生，然后12岁组的女生跟13岁组的男生，所以对我们台南的基层来说非常的不容易也很恭喜他们这些小孩子，希望他们能够未来就是继续为台南，然后为台湾争光这样。教练表示，今年11岁男子组参赛有224个人。其中郑明修虽然年纪小，不过表现真稳，摕到冠军。陈明熙则是摕下女子12岁的冠军。陈冠宏是13岁组的第1名。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